手呈现。阿妈呢？唔会记得我交的客家朋友，做朋友有几个要领，除了要注意材料，还有调米丝。最重要嘅，就要表感情。人生就像吃的东西奇妙，有当道的米丝，你梦做的变做一个幸福的好厨师。原来是那恋真啊，真是恋，大把有什么？大把都有什么？谢谢我们台南水月小姐带来好听的歌曲《可爱的玫瑰花》，哇！掌声鼓励，掌声鼓励，掌声越大力，摇越大象。你对上面新的泡妹眼哦，不要停，不要停。接着口水滴下来喽，口水滴下来喽。对不起，哪里走？哇，台下鼓励声越来越大声了。太白鸟，马盖啊，太白鸟啊，走马一路，走马来。喂，你妈个斗鸡呀哈！把那一边不死，你那唔屌事，我打不足嘅怕。有呀嘛，大你。大力一点，大力一点。你是哈皮哦哈。哎呦，做乜嘅？哎呦叔，我係小朋友做嘛家的哈，根本俺老太結婚的哈，又唔去聽書，還求你啊！我這樣用來用去，難道看見冇？阿咪跳不一看啦。不是，哎，拍谁？
很多声音啊，你乖，我总天数了。给你冇看到给娘女人时间啦。你有冇看到阿亮啊？有冇同天数啊？阿亮啊，佢出去嘞，有事情，等一下就转来。你看啦，有生你的天数就来呀哈。都市强强哦，我就来哦。哎呀，唔对啊，谁来谁没有，如何啦？排谁啊？今日都冲波上呀，按他呀。两下就流行了咋？你结婚的时间咯，太卡丢闹呢。我叫咩？唔出头注意啊，对不？啊？我叫咩？出头注意。唔怕啦，这电视台咧，仲要经验冇问题啦。按你叫啦。排谁啊？你出而家唔好冲得太长啊。乜嘅？唔係聽我講嘅，係啊。又係講嘢，係嘛？係咪你講嘢？邊個講啊？你啊！这是叫不查啦！誒，叫副查！叫警察啊！阿曼呢？歹势啦，我哋若无应该无人讲啥，这里可以唔落声音的。但像迄若无像这样用过去声音，虽然海家无同面相爱，不过全部伫后尾相爱，讲爱要佢比咱用的成就，全部做喺靠谱用嘅。爱相信哦，若是甲伊有找掉嘅，有所也可以打拼，等来赚到的钱，我一定要赚来嘅，阮大家看到我的成功。阿亮，阿亮，阿亮，你不要叫我！阿亮，阿亮，你来得喂！爱为被你求下本年祝福，将过牵的手，爱感谢天公。牵你的手，听你的脚步。慢慢行人生的路，用后背的辛苦换头前的幸福，爱甘愿无惧旁边做甜蜜的梦，思念的风吹过来，该等你同下。俩心酸的爱，夜光啊，将你走去的路，本夜风给你看清楚，看思念的水流下来，流爱你的苦，空到心肝肚，爱为等你求下本。
阿曼啊，歹势啦，我知我无应该无人讲伊散，就离开因6世人嘞。我知我无应该无人讲伊散，就离开因6世人嘞。我相信哦，若是甲迄有找条件，故说我要去打拼啊，转来赚到的钱，一天要赚来去。分海口，看到眼神，转来赚到的钱，一天要赚来去。分海口，看到眼神讲。在吵，你该思想妈妈。妈妈，给一下。等一下嘛。唱的，要一下。我刚讲阿爸冇找不卡，人家就应该较懂事着的。人家讲，中年要好好休息，希望身体会唔好。但是阿妹和妈妈呢，就会无限带老妹，洗衫裤。又还会煮饭，但你就多辛苦呢。伊也着应该较听话着的，唔会怕阿妹添麻烦。太子，阿爸迄毋迄无人也着的。冇乱讲法。我怎无乱讲？迄东东头有卡上好惊爸爸妈妈讲的，伊也着总毋捌骗因吧？一天迄东东头毋错的。人家着我阿爸，迄出去做事，我存太钱本个也着。阿爸去哪做事？退白啦。计今仔球场要转了。等比啦时节，佢就会转落的。计今仔球场要变了，人家着已经变过其他场200年嘞，做嘛该阿爸还忙变了？你根本提东东呢，唐太子个票是错的，叫佢去动门口啦，妈妈做饭爱啦。阿爸，你讲诶，阿爸特别赚钱。
做乜骗人吧？等一下，做乜雞咯？哎呦！有只孔啊，讲唔得多，看到冇？你看，莽莽苍苍。还有啊，等一下，我要在阿曼的面前讲阿良的事情吗？哎呦，爱弟啦，啊，规则生意都唔知讲加边的啦。我想我要讲，我係講唔啲強蟲亂講話，唔啲生人面前講阿良嘅事都嘛嘅，生人出去亂講話呐。哎，我哪有亂講法哈？我講我全部係正經的呢。你看，又來了，拜託我按娘。好嘞，開落去啦。等一下，記住兩個就唔好食，到時候捱老婆嘅好主意呢，係冇？行啦。妹，哎，唔多做乜雞啦？你啲細路識講啦？哎呦，做唔得啦，用嘢做嘢兩年啦，取到房用架山咯。怕啦，其實我細下啦。哎呦，而家做嘢呢，能講做冇係啊？我做乜定慢嘢我講啊？阿婆，你下度批講啊，細啊，下次我記得攞件書啊，哈。好，你。唔使排聲捱流。唔是排泄，唔要去是阿蘭做嘅記住啦，我做得錯。係啦，來，行啦，嗱。什麼你好？冇。坐一下，来泡茶了哈。哎呦，唔是啦，來，你哦，做了錯就好咧。我會做得咧，你認下咯。嘿，講嘛該花啦，我兩年行講了掉起冇啦。來，是靠哪嚟嗬？靠捱住嘅，攞唔住嘅差幾多？哦，有咩用講咯？你係人係事呢，當然係最好食嘅，錯咩？啊，真經很香呢。好啦，你拿湯匙嚟哈。什麼呢？嗱，湯匙嚟。什麼呢？慢，唔係我講你啦，你自家都講死嘅咧，應該啲哦，什麼人做嘢咧，真重要呢，嘢咧係冇做好身體乃會好咯。你係做嘢咧，人哋用做嘅世界菜包，梗係有營養咯。唔係啦，係因為哦，根本日跳無下咧，我就買青菜食。你見乜解？誒，你見時間佢冇叫佢落樓批緊衰血嚟啊，佢唔負佢講咧。佢都冇講咯，我做咩等你慢一樣來做啦，身體要顧較好啲喂。係啊，我做講時間咧冇問題啦。你哦，出下有人啊。好啦，我哋用多了都冇小事咯。阿蘭，我講。食幾招啦？食幾招啦？哦，愛弟，你兩啥係關心愛？唔通愛相信哦？嘅天亮哦，轉睇前以後一定要轉來嘅。你冇講你啦，我看我等你扶持拍嘅，唔好再嚟。唔關用誒，愛相信哦，總會有給你嘅哈。阿曼呢，睇下食幾招啊？等一下量啊，就說唔出阿蘭嘅好主意。哈，阿曼你太師傅呢，係我唔講，唔講人笑呀。唔係一個係嗌咁講，嗌本有啲主意啊，係最好嘅。好咧，嗱我講啦，你哋見笑。係真件嘅最好嘅。什麼你啊？唔係啦，靠我先話。啊，哇，好食。真嘅咧？真件。我哋試香蕉哦。一條試香蕉。試香蕉，我做哦。
讲的好给三夫叔叔啊，等下到小庄爷，俺先去煮饭。啊，我根本你功课当当呢。行行去啦！做嘛？要按掉我生命，你还拿来搞？来搞，吹音都不搞啦！去啊！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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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田工人无支付合作，本先生大改听。哼，你莫介了不起，我去搞咩回事？搿就去搞事啊！无敌小人，你来，不杀！别呀！不哈，别呀！别！阿妹，吃饭喽！哦，你叫先生，阿妹去忙下哈，开始开始。你是懂懂嘞？阿妹去嘛干？压力同阿妹食。冇关系啦，阿妹你忙下醫生喏，嗱話沖佢食，哈，你阿妹講先。，你應該多少條呀？對啊。開始哈，開始。被你拿妹按大手。你都做嘛？要迄根本你出兰考先生讲俺压着的魔术。嘛个魔术？我今年研究滴的。安尼就好嘞。俺要爱变魔术。好啊。要安尼健康来就做得嘞。迄样用吗？系啊。然后我做一只本地虫。我较生你条的哦。你要按照睡梦。你吵，
错，你做嘛？你不唔舒爽咯？你係凍緊褲啊？阿妹，叫叫哥啊！你出來啦，到後面啦！阿妹，你錯，你錯。你記得找媽媽嗎？係啊，你聽下出來一下。你平常多做嗰樣生意一下，基本做冇人要。你一定要做家長嘅，上嚟你就做埋嘅，生意發生到事實度全冇發覺。醫生，請問一下吼，哪一來幾多大樣嘅喏？可能感染到腦炎。腦炎？阿用高燒冇退休，經常嘅衰毛，可能腦炎引起嘅，我建議佢家做儲骨髓感染。醫生，請問哦，假使講真嘅係腦炎嘅話，幾會樣嘅喏？嚴重嘅話會有什麼樣嘅危險？冇話腦部受到傷害，下擺加糖裂、鋼化、視覺疼痛會有影響。哪啲咧？阿媽咧，阿聰哥要較好冇啊？是哦，已經退嚟啦。阿聰咧，呀，一般橋啊？實在很歹勢呢，我會較加掉還你。前件事情啊，以後再講啦。呀，最重要嘅就好好照顧阿聰哥。什麼？唔是嘛，一定要客氣。阿聰咧。阿聰哥係乜嘅病啊？醫生講係腦炎啦。腦炎？也係已經冇生命嘅危險咧，唔過係你帶醫院見你。因為安用啊，腦炎，藥會唔會有乜嘅問題啊？醫生有冇確定，係我觀察給你。錯咧，阿蘭做嘅，佢搞緊捱哦，我可能識得爭做啲咯。實在挺麻煩你條咧，來了下冇嘛個悲劇呢。阿媽呢，唔應你爭做飯，以後我喺醫院來來去去，唔會好好照顧唔出家，冇為到唔出家上，也為到生意嚟上啊，佢喺度行人嚟照顧我。哦，什麼？阿錯咧，佢條三姊妹有本你條嘛個麻煩冇？放心，佢喺度一乖。阿蘭哦，想我講什麼？以後唔是講出去啥咩什麼？你懂翻譯喲。阿陽就好啦，什麼？火焰蟲，吱吱蟲，醒你下來吊燈籠。阿聰姑你啱樣咧嚇？腦炎啊，以後啊可能腦有問題啊。阿嚴聰啊？係啊。唔該晒。阿嫂，我老太娘辦咯，叫我那叫張做得人啊，阿妹叫下轉來。俺老太好，冇事情，冇事情啊，過2年哦去做得中了嘞。
好。正经嘅係麼？嘿呐，阿莹，唔相信阿叔講嘅話。阿爸講，阿聰姑冇事，你唔好擔心啦。嘿呐，阿叔咧，阿叔哦，本堂嘅本太假身，一隻本，安子生，一隻本，安子生，一隻本哈。阿叔哦，執東西本太假講好冇？好啊。好，你喺度坐。通過資本嚟，我看清楚了。摘過來，變過咗嚟啊！摘過去，變過咗嚟，摘過來。我用摘過去。阿叔做緊乜嘅？係咩唔掂？摘過去，好，你都要看清楚了喲。你平安用嚟做？呀，你就讀定啦。好，呀，打開來。好，做好咧，阿英，看入去乜街？阿叔，唔做嘅係紅鴨嗎？係呀，一隻啊，送本。安子生。我講唔睇架路做好冇？好啊。妹妹我好。好，唔用啥，同嘅形式體，總要同過子執東西啊。睇架識體好。唔睇架，想揾執乜街？我想為做之後嘅本來露台，我咪為做之後本露台，我咪為做之後本阿昌姑。唔係我做，好，我講唔睇架來做之後嘅，同過子本嘅，我看清楚來哦。這樣好，執過去，一片咯，我執過來，一下執過來，看清楚哦。用嘅咯，人都叫啦。哎呦，啦，送美食啦，哈，要啦，乖啦，哈。用我應叫喏，阿咩唔抵啊？誒咩都是有誒，你嗰日點解掉誒？嚟去泡牛奶啊？我還忙死咧，我幫我做下咧。我去食。唔是啦，我送美食啦，唔要。哦。是啊，他是這個老人沒空肚才能講呢。你哋吼全部都唔乖啦，我接吼人咪聽數啲嘛，人爸吼世上冇到不卡，人咪當菜嗰啲嘛。阿蘭，我講嘅。好啦，我哋泡牛奶嚟啦，哈，哈，都是有咧，哈。阿佑，阿莹莹，來看下用咗啊，我做好呢。做下用嗬，摘過來嗬，打開來。看到冇？做下用啊，一下吼，摘過來，嘉義，你係唔係唔想留家陣漫畫書送本地廠啊？乜人講嘅？我又咪按壓住嘅你。嘉義，幹嘛？唔看，我一定要做魔術成功嘅呢。哇！我一定要做所以你會本地廠好冇？我已經冇珍貴嘅東西，還會送乜㗎？人家再來嘞！阿湯姑，來，送美看下咧，看有他太巧冇哈？啊，來，俾緊啲片啦，來，辛苦啊！細媽咪咧，唔會啦，講嚟都好咧，大聰，唔看，一全部就係人當好事嚟做呢。你得做一條，我一條無限幾年呢，好彩有阿蘭老二菜，記留人一條天當當呢，無記天做唔得啦。
还不会讲吧哦。那等哈，下面上买空的唱伊哩就先哈。好嘞，阿姨，坐啊。来，等下还有一只洞好是个菜哦。咱用油料拌出来哈。来，可以买啊。万事如意抢慢用。万事如意啊！好，还伫咧啦，来挑芽菜，有安到如意菜，怎嘛？菜是太子炒的，不过名是牙安的哦。天啊，是爱天主说。你乖哦，小小年纪啊，一难得哦。阿妈呢，后事有人咯。坐啊，哎，坐，吃饭啦。你好啊，阿多妈个万事如意哈。我家己来红菜，给安排过年的时间，俺副卡一定还有料吼。阿多妈干哦，各一半。万事如意。迄个哦，两餐时间哦，实在麻烦你两公婆啦，要先见面一点。来，大家放下来啊！哎呀，大家看下来，万事如意。万事如意。很乖哦。说还是马盖。来，慢慢生哈。小干娘，那水果暗香呢。你等下张再来买啦，哈。什么？走啊！小哥，抢菜你要买呢？嗨，师傅，怎买的点点的？我去爱食嘅，3个便宜点的啦。什么人啊？算8年都好。哦，人很好，那什么你呢？哎，买多穿个爱惜嘞，但是没穿太浅啦。哎，穿一个眼浅。什么呢？我们滚啦！哦，人又蛮好呢。什么啊？哦，很正。天亮。蛮用的啦。天亮啦！小姐奶奶，哎，这咱们被叫来了。天亮，天亮！哎呀，我看到呢，我看唔到哦哈。真嘅有看到啦，係阿亮啦。我隨看到你啦，來。天亮！天亮！天亮！哎呀！頭先嗰陣人哦，後背看起來真見當槍阿亮啊，咩難怪安尼就永遠唔聰明。man，有用嘅喏。有冇事啊？哼，個阿亮哦，實在哦，幾多聲人呢？好像本做本樣人暗色啦。man。假使講，我係講假使哦。假使講阿亮當佢冇做呢，你有打算咯？恁誒很愛講下去啊？錯咧，按不呀，你還記得過來聽書哦。給聽講你的年一到哦，愛準備的東西愛先準備好了，好。啊對啦，我要下晡來聽書啦。該着較重的東西，先去辦就好咧。什麼呢？唔會啦。
你用金巴仔喏，冇水饱的啊？大家咋个蛮硬啊？唔啲去用诶，最近哦，俺不听毛水劲叫啊。嘿，没学到哈，你阿弟有吐进来冇？冇啊，所以平常是去地方啊。阿弟就有间庙哦，专门在处理安尼事情啦。你吐去哦，被看哪里啊？好啊。看你哦，咱也有限咯，去当拢来讲，啊吐你啦，你在地方亲唔好亲呀？冇限提真讲啦啊，交给你。好啦。太在，是在很香哦，你做乜街喏很香啊？红香啦，风香个。阿妈，人家卤的风肉实在很香哦。成功诶！阿曼，你阿朋友多啲用嚟做，乜嘅面系冇啊？哎呀，冇买米粉啦，做一点啦。好，那个朋友的面哦，较久的时间啦。也是成年的卤面的啦。成年哦，忙算啦，还忙到个10年的时间啦，上来。上来，你就哦，改一个法，带德上你，好不好？好啊，正好有一条有关的，来来，好，该干啥了？哎，刘德不啊！生你条呀，生我呢。唔伫迄来也会摸吼。今日家己来的还没买啊？头一摆咩，来摸的就好啊。毋过当然迄来的较好地位。哦，嘛个想法哦，佮来就留低去，买就送本人哦，嘛个古老个想法。毋免啦，毋通来讲啦。咱的本来就创有地位啊，摸的哦，他会做家人呢，抢有咱的哦，当做的传宗接代的。假使讲，你叫我全部系咩？很用办哦。唔会啦，莫想多啦，哪呢？限做得啦。毋过动枪少嘛个面试呢，啊，小嘛个米钱咯？等下一下，拿保管较细条的。好。重逢难依旧不移，千里眺望故乡河，遥远的人，初恋为爱你，终夜抚琴也渐起。故人须扬起，青山下畔爬高帆。
箫响，无言又抚去。玉花枪要飞向天，往事隐隐在中间。山歌一曲能唱多